欢喜学台语，真好奇阿嬷。今日要来讲45篇圣诞老阿伯台语版的，作者王金选老师，金平企业公司出版的国小台语的读本内底有。伫20年前，有即位庄家囡仔出生的，啥物拢无佚佗物仔的时代，伊足爱听歌。唱童谣，为着未来，真侪囡仔拢爱唱西洋的圣诞歌。老师为着囡仔会识想，创作真侪的囡仔歌，也要满足咱台湾台语的囡仔歌。即卖我要分享大家做伙三地，阿公阿嬷、爸母。囡仔兄囡仔姐做伙三地人来台德图书馆分享哦，大家听看卖啊。老阿伯，圣诞老阿伯，要有运动的，要有阿妈册，要有糖啊甲番麦，要有糖啊甲番麦。实在有够济，紧来摕，一人有一个，楼顶楼骹厝边头尾，楼骹厝边头尾，大家欢喜做伙，大家欢喜做伙，上重要都爱感谢圣诞老阿伯。分糖果给他们，分糖果，来在他们的桌上，来，糖果分给他们，给我们了，不用，你们留着啦，留着就好，好，谢谢，这样分好，这样分好，好，这个也分好，然后去那个证书的都分，好，弟弟来，互吹，发风互吹，车人对家鬼，车人对家鬼。圣诞老阿伯，礼物派一大堆，礼物派一大堆，也有运动的，也有运动的，也有阿妈册，也有阿妈册，也有糖啊，甲番麦，糖啊，甲番麦，现在够济，够济，紧来摕，糖啊，紧来摕。一人有一个发糖果，一个，好，一人有一个，楼顶楼骹厝边头尾，楼骹厝边头尾，哎呀，好，最重要就爱感谢圣诞老阿伯，好。来，一人两个。他们发糖果。香人对家鬼。你自己拿一个，好，这边还有。要运动的。要运动的。阿册，有糖啊，甲番麦，有糖啊，甲番麦，够济，楼顶楼骹厝边头尾。圣诞老阿伯，圣诞给这个阿姨给他一颗。你要叫我女儿？哦，我叫他给，我叫他给。小小的。最后要祝福大家听到圣诞老阿伯台语的童谣、囡仔歌，也有温暖爱的种子，大家大细会使做伙来念唱快乐的圣诞。老阿伯，祝福大家，迎接着马到成功，吉祥如意，平平安安。